好，各位中意嘅同學仔，咁呢條片段咧係同你哋溫習學年試嘅歷史科資料題其中一條題目啦。咁有少少題目或者資料咧都會顯示到俾你睇嘅。咁你溫書嘅時候記得自己去記住佢啦。咁呢條題目咧就係講法國大革命嘅。咁法國大革命我哋見到一開始就係三級議會啦，開會嘅時候傾稅制改革。咁當然咧最後係無法就財政問題咧達成共識，所以咧就衍生咗落去下邊。去咗網球場宣言，就話要宣布我哋唔開唔同你開三級議會啦，我哋要去開國民議會，我哋就話政治權利應該係人民嘅，我哋唔再淨係聽君主話啦，需要君主立憲。所以咧呢條題目咧，其實呢條題目幾深嘅，呢條題目係問緊兩件事啦，三級議會同埋呢個網球場宣言，究竟點樣同法國大革命拉上關係咧？題目叫你根據資料一、二同埋就你所知，咁呢度咧你可以分做兩題細題去諗嘅。一題細題就係喺三級議會點樣去直接導致到革命，而第二就係網球場宣言點樣導致到革命嘅出現。咁咧就係各佔3分。嗱，所以咧呢題咧嗱，俾你望一望，我哋做嘅處理嘅時候咧有啲咩要注意啦。好，等一陣啦。咁再睇翻嘅話咧，嗱，如果我哋撐開兩樣嘢睇，首先你要去理解三級議會。三級議會咧用翻個資料，嗱，呢度都有寫嘅資料一，因為開完會傾稅制改革咧，都冇解決到個財政問題。咁之後咪因為財政問題嘅原因，搞到要搞革命咯，啲人民覺得太痛苦。咁但係咧，你呢度三級議會咧，除咗講到資料無法解決財政問題咧，其實就我所知咧，你會有多少少嘅解釋嘅。例如佢個稅制改革，我上堂嘅時候都成日同你講噶啦，個稅制改革好唔公平嘅，傾嘅時候咧係得個3票嘅啫，第一、第二等級佢哋係2票就可以否決咗個稅制改革，所以第三等級提出嘅係要一個代表1票，當然第一、第二等級都唔同意，三級議會就冇辦法解決到呢個財政問題啦。所以咧，衍生到另外嗰3分就係下邊呢度網球場宣言嘅發表。網球場宣言發表嘅時候咧，就會睇到就我所知，因為路易十六見到話你講到話權力不屬於君主，我要關閉咗你呢個網球場宣言，關閉咗呢個國民議會。咁佢發表呢一樣嘢咧，其實都係資料講到嘅，佢係公然挑戰緊君主嘅權利嘅，要君主制定憲法嘅。咁呢兩樣嘢，我哋可以見到同個法國大革命嘅關係就係在於喺三級議會，政府即係法國嘅君主解決唔到個財政問題，而到人民要提出開國民議會，俾君主否決咗啦，關閉咗佢個議會啦，所以人民真係頂唔住啦，咁佢哋就提出網球場宣言，講緊嘅係政治權利屬於人民。你要留意網球場宣言呢15隻字咧，資料冇嘅，所以記得自己温書。但係用完呢個之後咧，你就可以引用翻資料嘅事實去做解釋。咁成題就係6分，咁自己温書嘅時候咧，其實呢度可以再詳盡多少少解釋嘅。咁考試嘅時候咧，就寫多少少啦。咁呢度幫你哋記要用啲咩線索，同埋要温咩論點嘅啫。咁我哋温習片段就嚟到呢度，有咩就隨時嚟揾我啦。好，各位同學再見。